哎，咱顶一段讲到即个学甲即个乌，即个物件因为我本身南部人，我的腔较活即个学即个无问题即个较平。但是听讲北部腔有一寡所在，即个学伊咧发的音无遐扁，伊较厚，伊较若后音。要安怎讲呢？伊有一点仔像伫即个学甲即个乌中的一个音，伊有一点仔像学。咱举一个例咱咧讲迄个蚵仔煎的时阵即个物件，蚵仔煎，即个蚵仔。若我拢讲蚵仔，但是你会听到有个人讲甲做成蚵仔，做成蚵仔。其实伊的音你若讲台语的人，你其实听会出来，伊咧讲伊毋是讲蚵仔，因为即个音伊迄个喙会足圆，伊音会较厚，伊会变乌。但是伊即个物件，迄个我咧讲的北部腔，伊是有一点仔像两个中，伊有一点仔像蚵仔，伊有啥蚵仔煎，毋是像我咧讲的遐边安尼蚵仔煎，但是伊嘛毋是乌仔煎所以迄个音有一点仔像讲，来我搁讲一摆我咧读的是蚵。头拄仔讲的迄个北部腔是蚵，这是乌，三个音其实完全无共款。但是因为华语的影响若自细汉毋是讲台语大汉的人伊若听着我头拄仔讲的迄个蚵，伊会甲听做乌，因为伊的音感内底无安怎讲，伊音感内底敢若蚵啦就是咱华语的迄个注音内底蚵甲即个乌，伊敢若即两个音尔，伊无我头拄讲的迄个蚵。所以咱搁有另外一个例像咱咧讲好毋好的好好毋好的好，我会讲好毋好的好。你若看人伫迄个网络顶悬伫 BBS 咧写足侪人拢讲咧写你好的时阵，拢用华语的迄个金音字来写，因会写安怎呢？当然啦我是无建议大家安尼写，因会写你好即种腔就较接近我咧讲的迄个好，较扁的迄个学。有一种是讲啥？伊会写安尼，伊会写你好你好，即个好呢，其实就是足较近即个音的迄个学，伊就变成你好。其实伊嘛毋是真正的好伊毋是好。你若讲好迄个音就变成安尼啦，变成即字才是迄个乌迄个好。所以讲这是一点我想要补充互大家了解的一个所在，算讲是腔口的无共款学头拄仔讲的迄个是学的另外一种发音叫做学，伊较圆一点但是伊也袂甲即个规个喙圆足圆的迄个乌，其实迄是无共款的